各位觀眾朋友，我想問大家一條問題：如果你budget有限，想喺大灣區揾一個高性價比地方嘅買樓，你應該揀珠海嘅斗門啦，定係中山嘅坦洲呢？嗱，好多香港、澳門嘅朋友啊，上網睇紀錄片啊，出嚟睇下樓，聽中介講幾句呢，就急急腳落一訂嘅，咁最後先發現呢，完全都唔啱自己啊！所以今日呢一條影片呢，係幫你拆解清楚呢兩個地方，睇下呢，邊個先係最啱你，邊個咧先至唔會揀錯。喺節目開始之前咧，我想同大家講兩件真人真事啊。咁有位觀眾朋友同我講啦，佢平時咧係需要經常坐車翻香港嘅。咁聽人講啊，斗門樓價平啊，環境唔錯，咁就搏咗取啦。咁結果每次翻嚟咧，淨係搭車都起碼多成半個幾鐘。咁住咗半年咧，就開始頂唔順啦。咁同時亦都有另一位觀眾嚇，其實佢對環境嘅要求幾高嘅，又要低密度啦嚇。咁最後咧就跟人去坦洲睇樓，覺得唔錯啊，咁啊買坦洲啦。結果住落嚟咧，先發現呢度嘅環境完全唔係佢想要嘅啊。咁你話你係咪都驚自己會揀錯呢？嗱，其實問題嘅根源咧係冇搞清楚自己究竟想要啲乜嘢。我而家同大家拆解下呢兩個地方。我哋先講講中山嘅坦洲先。咁坦洲最大嘅優勢咧，無非都一個字：近啊，近關口，近珠海市中心，仲有直通巴啊，跨境巴士。如果你揸車嘅話咧，10零分鐘就可以到港珠澳大橋關口嘅。啊，如果你成日需要翻香港啊，頻繁過關嘅話，交通便利係坦洲最大嘅優勢。而且仲有一樣嘢咧係非常之重要，坦洲佢唔單止近關口，而且佢仲可以共享珠海市中心生活嘅配套。啊，你15到20分鐘嘅車程，啊，珠海最大型嘅商場、公園、醫療配套，你全部都可以用到嘅。啊，換句說話嚟講，你住喺坦洲，但係你享受緊嘅係珠海市中心所有嘅配套同埋便利性。但係同時咧，你亦都要知道一樣嘢嚇，喺行政上邊，坦洲係屬於中山嘅。啊，無論佢嘅城市資源、道路規劃、市容市貌咧，其實同珠海係有一啲差距。啊，你去坦洲行翻轉咧，你就會明噶啦。市政配套啦、公園綠化、道路規劃，仲有城市管理水平，確實係唔及得上珠海嘅。啊，如果你追求珠海嗰種城市規劃同埋居住嘅氛圍咧，坦洲未必俾到你嘅。好啦，輪到珠海嘅斗門啊，咁斗門嘅優勢都係一個字：靜啊，低密度、大園林，有濕地公園啊，市政嗰個道路規劃好靚啊，居住密度好低。咁同樣嘅budget咧，你喺斗門嚟講，你可以買到啲密度更加低、綠化率更加高啊，環境更好嘅屋苑啊，生活嘅氣氛咧係非常之安靜舒適嘅。如果你買樓主要個目的係用嚟退休養老啊，長住嘅，自己住嘅啊，平時又唔需要頻繁咁樣過關嘅話咧，咁斗門嘅生活環境咧，確實坦洲真係俾唔到你嘅。但係斗門嘅短板咧都好現實嘅啊，有幾個。第一，距離關口咧，佢會比坦洲遠啲嘅啊，你正常揸車咧都要30零40分鐘啊，如果你搭巴士咧就更加耐啦。如果你唔揸車，附近又冇直通巴站嘅話咧，你經常往返香港、澳門啊，都幾消耗你嘅體力同埋精神嘅嚇。第二方面咧，就係生活配套咧，主要靠佢自己嘅。啊，斗門佢亦都有自己嘅商場同埋公園。啊，再唔係咧，你去隔離嘅航空新城咧都唔遠嘅。但係老實講，無論佢嘅數量啊同規模，同珠海市中心咧係冇得比嘅嚇。咁如果你話平時中意行大型商場啊，又享受到珠海市中心嗰啲多元嘅休閒娛樂配套，仲有啲醫療資源，咁斗門嘅選擇係一定唔夠坦洲咁方便嘅啊，因為坦洲佢係可以踩過界用珠海嗰套啊嘛。第三方面咧就係啲直通巴士站啊，斗門係冇坦洲咁多嘅啊。如果你唔係自己揸車，主要靠搭一啲直通巴啊翻香港啊、澳門啊咁樣，坦洲嘅直通巴士嗰個站點咧同埋頻次咧係壓倒性多過斗門好多嘅嚇，所以呢一點經常需要搭直通巴翻香港嘅朋友咧，一定要諗清楚啊！好，嚟到最後，你會問我應該揀邊個好呢？我會問翻你兩個問題嘅。第一，一年365日，有幾多日你係需要經常往返香港嘅先？如果需要頻繁過關嘅，咁咪坦洲啦。一年冇幾次嘅，咁咪可以揀斗門嘅嚇。咁第二，你平時過關，你係揸車多啊，定係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先？如果你揸車嘅，咁30零40分鐘咧都可以接受嘅，聽幾隻歌就到噶啦。但係如果你坐直通巴嗰啲咧，坦洲嘅便利性咧係壓倒性嘅嚇，咁所以咧其實係冇標準嘅答案嘅，都係睇翻你個人嘅需求嘅啫。無非都係你想要交通方便嘅近嘅，需要經常過關嘅，咁可以揀坦洲。咁你着重環境嘅，舒適性嗰啲中意珠海個環境第一嘅，你長住唔需要經常過關，咁係可以揀斗門嘅嚇。
所以話其實冇邊一個一定係最好啊，只有最啱你嘅啫。到最後如果你而家都唔知道點樣揀，心大心細唔知斗門坦洲邊個更啱自己，亦都驚自己會揀錯，咁歡迎咧可以直接聯絡我嘅，同我講你嘅預算幾多啦，過關頻率幾多啦，自治定係需唔需要坐直通巴咁我亦都會幫你做一個咧最啱你嘅選擇建議嚇，唔會逼你買，更加唔會黑 sell，淨係幫你做啲啱嘅決定。最後咧歡迎大家去訂我頻道同埋撳埋隔離嘅鐘仔咁就唔會錯過每一期嘅精彩內容啦。今集講到咁多先，我哋下期再見。你諗住喺大灣區買樓退休，有冇諗過層樓啱唔啱你？有乜嘢地方需要留意？作為新手，做足功課先係對你最大嘅保障。我哋準備咗一份大灣區置業房中伏指南，一次過話俾你知點樣揀樓、點睇文件、資金點樣過數，仲有最新嘅購房政策都列埋俾你。想攞到呢一份指南，好簡單，立即 WhatsApp 聯絡我哋，打指南2個字，即刻免費送俾你，幫你避開所有嘅置業陷阱。